馬係可以用嚟打仗嘅喺古代，但係老鼠就一定唔得㗎啦。爬嚟爬去咧就爬上人身，最危險嘅地方佢就以為最安全。屬牛嘅人如果冇時間咧，唔好亂咁投資啦。留意下身邊有冇屬龍嘅朋友啦，咁佢幫你解決問題，諮詢下佢，可能今年都係解決問題好啲嘅。財方面咧，第一個應該就係屬。睇片之前記得訂閱京一嘅 YouTube Channel，撳埋個鐘仔，下載我哋個 App。仲有，我哋京一共肥計劃已經上線啦，貼士密密送，有錢齊齊揾，快啲訂閱啦！馬就本命年，咁本命年呢，本命犯呢就係太歲當頭坐，無喜必有禍，所以屬馬嘅今年呢應該係要沖喜嘅。馬就四蹄踏地，朝住目標邁進嘅，但係轉彎唔叻，咁逢難跨難就逢懸崖就跳懸崖，跳唔過呢就好危險嘅。所以逞強呢，鬥心呢係賽馬嘅人都知㗎啦。咁所以今年呢就唔好過分逞強啦。咁有將星入命，屬馬嚟講係應該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嘅。不過團體合作就似乎唔係幾好喎。咁個人發揮係好嘅，咁尤其是呢，因為自己係太歲位啊，好容易呢就自己嘅主觀性太強，同下屬同上司個協調性低。咁有歲駕星係氣勢嚟嘅，買車啊特別順利，買樓啊未必。咁有劍鋒星，舞刀弄劍、斬瓜切菜、煮飯仔都要小心整親。有伏屍星係需要適當嘅休息調整。有三刑星要奉公守法，因為三刑呢係代表刑罰㗎。屬馬嘅人呢，今年呢，即係忙中有錯啊，真係要小心嗰啲文件合同啦。正沖太歲嘅老鼠，因為老鼠呢就細眉細心，會思前想後，但係呢做決定嘅時候呢，往往唔係當機立斷，或者呢就勇往直前嘅。同馬嘅特性好唔同，所以馬係可以用嚟打仗嘅喺古代，但係老鼠就一定唔得㗎啦。咁分分鐘呢，老鼠爬嚟爬去咧就爬上人身，即係最危險嘅地方，佢就以為最安全嘅。咁因為有唐符入命，屬鼠咧，唐符本來就係收擾嘅符咒嚟嘅，喺呢度咧就代表住咧要重新整理自身嘅錯誤，或者遇到啲不平事。咁亦都係代表創作藝術美術上面咧有天分發揮。咁有天廚星，老鼠亦都係桃花之首啦，因為繁殖率最高嘅。咁如果係從事翻飲食業咧，佢亦都有天分㗎，對數字法律。咁天廚咧就飲食之福，但係如果從事飲食業嘅屬鼠嘅朋友，今年都幾好嘅。但係有歲破星，歲破通常係沖年份，年份係管我哋童年1至15歲嘅運程嘅。咁如果你1至15歲非常幸福嘅，沖太歲咧就特別小心啦，就麻煩多多嘅。但係如果童年係麻麻地嘅啫，咁沖起太歲上嚟咧，影響就冇咁大嘅。咁有大耗星係大破財，有災煞星，家居嗰啲水火險，同埋有天哭星。天哭咧就代表住傷感或者情緒化。所以屬鼠本身就情緒化，再遇情緒化嘅星咧，今年咧，就長嗟短嘆嗰啲多，反而今年咧睇多啲開心事，參加多啲喜宴啦。咁自己適唔適合沖喜咧就麻麻地，因為本身已經沖嘅，所以其實今年咧老鼠係唔應該即係太過挑戰啦，反而保守性係會好啲，要注意長輩嘅健康問題。屬牛雖然係六害太歲，六害係六親關係問題，溝通唔好，六親容易多誤會。不過你又唔使話太擔心嘅，因為屬牛本身點解會同家庭溝通冇咁好呢？因為紫微入命，紫微係皇帝星嚟嘅。咁一般人咧就講創業升遷或者咧出人頭地嘅。咁有龍德星係貴人賞識，有國印星咧就代表專業認可啊。所以屬牛事業方面真係唔錯嘅，但係家人相處方面咧就要小心。至於財運方面咧，有天厄同暴敗，暴敗咧就突然間咧就失敗啊嘛。咁最忌咧就係投機賭博或者咧就嗰啲金融上面嗰啲變化咧，屬牛嘅人如果冇時間咧，又即係唔好亂咁投資啦。咁今年咧係麻煩比較多嘅。咁有天煞星就唔好去冒天險啦。咩為之天險啊？爬高山落深海，去啲冇人爬到嘅地方去啲冇人潛過嘅地方，呢啲都係天險嚟嘅，要小心嘅。咁如果都顧慮咗啦。咁小心咗啦，
咁其實都冇問題嘅。屬虎咧就完全冇吉星嘅，咁完全冇吉星啊，好多人都唔開心嘅。不過因為今年個組合咧馬、狗同虎咧就三合火局嘅，尤其是冬天出世屬虎嘅朋友，留意下身邊有冇屬狗嘅人啦。咁屬狗嘅朋友會成為你最好嘅貴人嘅。雖然吉星不足，但係凶星亦都唔強。有指背星係督背脊嘅意思啦，背後是非啦。咁但係哪個背後無人説啦？咁所以就左耳入右耳出就最好嘅辦法嚟嘅。咁有白虎星。咁代表猛獸所傷，不過城市裏邊冇乜猛獸嘅，咁但係處理重型機器啊、車門啊、閂門嗰啲啊，咁小心啦。咁就因為門咧就門口啊嘛，俾白虎所傷嘅就好似俾白虎咬一樣啦。咁門口所傷，咁其實都好合理。咁處理重型機器啊，更加要小心啦。有大煞星，自己俾自己壓力大，同時有飛廉星，所以嗰啲雪霜啊、風雨啊嗰啲就唔好挑戰啦，小心啲天然環境氣候變化而令到自己疾病或者受傷。屬兔本身咧就破太歲，破咧就代表住離別啦，或者係破損啦，或者要重新嘅意思。咁有咩要重新呢？原來屬兔今年咧有天德，只要守規矩，正路咧，上天會恩賜。有天福星，福星就其實福星高照就橫財就手啊嘛。12生肖裡面最旺咧就係屬兔嘅人，橫財、偏財、抽獎運。咁橫財唔可以倚重嘅，不過咧有時抽獎運好咗都開心嘅。咁有8座星，有天喜星，8座咧仲多機會嘅，只要咧選定目標。今年屬兔嘅人咧就唔好花費其他太多分支嘅時間，咁就應該係順利嘅。咁有天喜咧就添丁嘅。但係未婚嘅人咧就小心喜出望外啦。同時咧，因為有桃花星，交際應酬異性緣好，但係亦都有咸池，咸池係偏桃花嚟嘅，好容易咧就有爛桃花。咁因為天喜、咸池同桃花3個星都旺桃花，所以屬兔嘅人咧今年咧真係嗰啲離離合合，感情事端咧就特別多，所以小心為上嚇。咁有卷舌同絞殺星。口腔氣管問題同腸胃問題要好好保養。咁龍就佢只係有天解星，天解係解決問題㗎嘛。咁你冇問題，個天解星又發揮唔到㗎。但係天解呢，如果你從事法律行業啦、中介人士啦、經理人啦，幫人解決問題係最好嘅。咁你可以留意下身邊有冇屬龍嘅朋友啦，咁佢幫你解決問題，諮詢下佢，可能今年都係解決問題好啲嘅。咁佢可以積存嘅問題，不論人事財務都能夠解決，咁都係好事嚟嘅。但係屬龍嘅有天狗同吊客，天狗吊客咧係驚嚇驚險或者係長輩嘅健康憂心。咁呢個係容易出現。咁有寡宿星，男忌孤神，女忌寡宿。女性屬龍咧就姻緣咧今年咧就要守候啦。男性就平平嘅啫。有月煞星，月煞係農曆7、8、9 3個月咧就容易有生活壓力，亦都提防有女小人嘅。屬蛇冇乜強星，不過有一個6分星，6分咧就朝廷俸祿嚟嘅，所以正財好，有分賞。咁一般嚟講咧就爭取加薪啊，攞名銜啊，其實都幾有利嘅。但係屬蛇有病符星，健康喺12生肖裏面咧就爭啲嘅，所以真係要聽政府嘅呼籲啊，打啲預防針啊。如果唔係咧，今年咧就屬蛇嘅朋友都係麻煩啲。咁有墨月星，咁你唔好以為係度蜜月喎，係墨月陌生嘅墨，係跨越陌生，即係陌生嘅人啦、同事啦、環境、行業轉行有冇機會都有嘅。咁但係就算唔轉行，環境變化需要挑戰。有亡神星，需要咧有啲人情離別嘅關係。不過依家咧就科技發達嘅，離別咧視頻都可以通話嘅，唔緊要。咁有的煞星就要擔心嗰啲神經痛啊、潛在嘅疾病啊，要真係病向淺中醫啦。咁尿酸啊、糖尿啊嗰啲問題咧，咁都容易嘅。咁所以屬蛇嘅要小心健康嘅問題係緊要嘅。屬羊咧就有太陽天空。咁羊咧其實都係大國嘅生肖嚟嘅，所以有時都有主觀性咧就忽略咗客觀嘅意見嘅。但係因為合群咧，佢都會最後咧就尊重翻群體。咁同時咧屬羊咧係以犧牲嘅方法去保護大家嘅。
咁只要有一隻羊咧就俾豺狼食咗咧，咁其他羊咧就冇事㗎啦。咁但係羊今年咧同馬係六合嘅，合太歲咧就同人合作好過自己去做決定嘅，俾人去決定仲好過自己決定。當然啦，要客觀嘅諗法啦。咁有太陽星，太陽咧就名譽名利男貴人，出門出外無拘無束，加上天空咧，哇天空海闊，即係話咧其實咧出門發揮、推廣宣傳、公關工作好嘅，求名特別有利。咁但係有晦氣星，出門出外有時咧都語言溝通，晦氣咧就係語言嘅誤會，好似用鼻音啦，或者説話咧唔識用個語氣咧而引致麻煩嘅。咁所以今年屬羊嘅朋友咧，説話前後多帶笑容咧，就化解呢個晦氣啦。有黃幡星，黃幡本來咧就係啲祭祀啊或者達官貴人出門咧嗰個幡章嚟嘅。咁但係現代喺呢度解咧就係代表招惹是非咯。咁你唔係達官貴人，又唔係一啲即係宗教嘅法事，咁點會有黃幡喺身呢？就成日都好似有一道牆咁，令人感覺咧你自身係比較高調咗。所以今年咧屬羊係要韜光養晦啲。有板鞍星，板鞍就係攀爬或者係駕駛。騎馬就好少㗎啦，但係揸單車同電單車特別要小心。所以咧，如果屬羊嘅朋友，就算自己唔揸單車同呢個電單車，見到人哋揸單車同電單車都要小心啲啦。屬猴咧，其實猴咧我哋又叫馬騮。咁原來馬騮點解同用馬字部首咧個嬲字？咁原來喺《西遊記》裏面記載咧個故事就講到玉皇大帝第一份工俾孫悟空齊天大聖咧就係拔馬瘟。咁就算江南地帶咧，算馬莊嗰個石莊木莊上面都會雕刻隻馬騮喺度。原來佢哋相信除咗人之外咧，只有馬騮先能夠將馬帶翻屋企，同埋騎得到馬嘅。咁所以咧，馬騮就成為馬嘅守護神嘅。咁今年係馬年啊嘛，咁馬騮咧，如果能夠制服呢隻脫韁越野馬嘅，咁就成為自己嘅胯下騎，咁就梗係順利啦。驛馬星啊嘛，驛馬星喺屬猴嘅人身上，驛馬本來咧就冇時定啊，東奔西跑，但係猴咧就啱啱係跳跳扎扎嘅，同呢個驛馬係相當配合嘅。有文昌星，文昌唔係淨係讀書嘅，係包括投考啦、入職啦、申請啦、名譽啦，甚至乎升職都係文昌星嚟嘅。咁啊考試固然係啦，咁所以咧出門出外，甚至乎名銜升職上面，咁屬猴都唔錯嘅，係攀升嘅機會高。咁但係有喪門星，咁當然啦，喪門都係要出席啲唔開心嘅地方，就要提防有相沖相犯啦。咁同埋長輩健康問題要留意啦，特別係女性長輩啦。咁有地喪星，置業啊、物業啊、住屋啊，會比較冇咁穩定性。咁當然啦，驛馬經常出門出外嘅，自己住間屋梗係冇咁穩定㗎啦。咁有孤神星，姻緣就麻麻地啦。男忌孤神，女忌寡宿。男性屬猴嘅人呢，應該就係暗淡啲啦。女性嘅影響呢，就保持啦。屬雞佢係有太陰星，女貴人、女性上司有助，女性行業有幫助。不論你係男女，同女性相關嘅行業咧，屬雞嘅人去處理今年咧，或者係投身嗰個業界咧，係特別好嘅。有紅鸞星，紅鸞係主嫁娶婚姻嘅，所以姻緣都幾好。有對象可以拉埋天窗嘅，冇對象可以揾對象嘅。有天月貴人係眾貴人之首，所以屬雞嘅人今年咧就真係可以多啲不恥下問，假手於人嘅，可能個效果比自己做更好。咁所以整體事業姻緣穩定性高，因為太陰都係穩定性，但係咧有貫索勾神，財務上面咧就多糾紛。咁啊，切記屬雞嘅人咧，只要避開嗰啲借貸啊、擔保啊、財務糾紛啊，咁自然今年咧就算係順利嘅一年嚟嘅。屬狗有三台星，三台係位列三宮啊嘛，咁本身就喺頒獎台上面冠亞季，努力啲嘅獨佔鰲頭都唔係冇機會，但係咧同時好處就有地解星。香港人咧就好重視置業㗎嘛，物業啊好緊張嘅，有瓦遮頭。咁原來屬狗咧就有地解星，地解係解決所有房地產問題喎。咁即係如果佢從事
地產中介啦、物業代理啦、物業管理啦，甚至乎咧地產發展，應該都算係幾好嘅。再加上有華蓋星，華蓋本來就係房屋嘅頂上面嘅裝飾物啊嘛，喺呢度解釋咧就同宗教藝術、建築、裝修相關嘅。咁所以屬狗嘅朋友，如果從事同地產、建築設計相關咧，今年發揮好嘅。咁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有官富唔貴，就怕幻想多，是非多，容易變成官非。最緊要咧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啦。同埋最輕輕有一個咧，唔係病嘅星係披頭星。披頭咧就係儀容問題嘅。咁你知現代好多人咧都即係用醫學美容啊、科技美容嘅。咁但係屬狗嘅人身上咧，今年就似乎唔係幾好啦，因為容易失誤、容易錯手嘅。所以真係如果屬狗嘅冇必要嘅，今年咧就諗下先啦，即係唔好咁急啦。咁啊容易咧反而即係弄巧反拙嘅。屬豬嘅有月德星。月德咧就月到中秋啊分外明嘅，所以豬咧經過咗蛇沖太歲嘅一年咧，反而喺農曆嘅7、8、9 3個月咧喺馬年裏邊係最旺嘅，可以盡量把握嗰段時間去收穫或者去認定。有玉堂星登大雅之堂，即係話更上一層樓啦，咁都係好嘅事業上面。不過有劫煞星，劫煞咧唔一定係遇到賊嘅，不過小偷光顧啊。唔見啲貴重物品啊、手機、銀包啊，咁呢啲真係出門要袋緊啦，唔好帶咁多貴重物品周圍走。咁有死符星，有機會咧就身體咧就過分消耗，需要咧適當嘅休息，固本培元。同埋有小耗星係小破財，咁就唔算係大嘅。所以整體咧過咗沖太歲一年咧，屬豬咧都開始咧就漸入佳境㗎啦，慢慢嚟啦。最差財運肯定係屬鼠有大耗星啦，咁屬豬有呢個小耗星啦，咁屬虎就無吉星啦，咁呢3個就應該係鼠、豬、虎啦。咁你話事業呢，驛馬嘅猴啦，有6分，即係正財好嘅呢個蛇啦，咁同埋有3台嘅狗啦，呢3個都係事業嘅。財方面呢，第一個應該就係屬兔嘅，因為人即係睇正財就力不到不為財，但係屬兔嘅有橫財有偏財，即係投資運都有啲機會，所以屬兔嘅偏財係幾好嘅。愛情運都其實應該弱啲嘅就孤神嘅猴啦、寡宿嘅龍啦，咁同埋亡神嘅蛇啦，咁但係姻緣旺嘅呢，紅鸞就喺屬雞嘅人身上。天喜桃花同埋咸池就喺屬兔嘅人身上，應該呢2個呢，就桃花比較旺嘅。想緊貼更多理財投資同生活嘅資訊，就繼續留意我哋唔同嘅平台，記得訂閱我哋嘅經一共肥計劃同埋 YouTube Channel，再撳埋個鐘仔啦。